导演钮承泽去年12月卷入性侵案，上午首次出庭，从家里骑脚踏车来，而他正在拍摄的电影《跑马》已悄悄筹备复拍，有一半的工作人员被换掉，剩下最后1/3的戏份要拍跑马拉松的戏。先前导演钮承泽也似乎在场看。记者 VS 导演钮承泽，窦导今天会争取解除禁管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小心哦！窦导今天穿着蛮正式的，我先进去音讯吧。穿着西装，骑着脚踏车来到台北地院。导演钮承泽去年12月卷入性侵案，上午首次出庭没请假。记者 VS 导演钮承泽，是不是说复拍有望？复拍有望，先让我不好意思，大家辛苦了，我先进去，跟女孩子那边有没有达到和解呢？导演钮承泽 VS 律师杜梦真，小心，小心，来，杜律师，没关系，我们先开庭好不好？因为我们报道时间到了，不要让我迟到，小心，大家辛苦了。钮承泽换了2位律师陪同，就看能否争取解除禁管。因为新片《跑马》还没拍完，预计花2个月时间拍完剩下马拉松的戏，场景设定在花莲太鲁阁。如果借不到场地拍摄，不排除到国外拍，但碍于导演被限制出境，势必得交由他人操刀。男主角任贤齐为戏增胖26公斤，跑马停拍后靠瘦到83公斤，还 PO 照片写下这场马拉松还看不到终点，但还是要继续跑下去，似乎暗指跑马即将复拍。原本任贤齐有意买下该片版权继续拍，不过在尚未宣布一审期间，窦导已经悄悄筹备复拍，还忙着进行场勘，不过有一半的工作人员被换掉了。记者 VS 导演钮承泽，跑马好像即将要复拍的部分，小心哦！目前有这个计划吗？快要迟到了，你们往后退好吗？我等下看看怎么样，新片是否复拍有望。钮承泽面对镜头没多说，一切等待开庭结果，才能有进一步打算。察觉对方有性侵意图时，应冷静设法离开现场，并立即求救。若遭限制行动，勿过度刺激对方，千万不要抵死反抗。相信直觉，拒绝不舒服或不喜欢的肢体接触。睡觉或盥洗时，门窗要上锁。避免与有酒醉、吸毒、有暴力倾向或性犯罪前科的人独处。当对方出现你认为不妥的言行时，应立刻离开或制止。如遭性侵，应立即报警与求助信任的人。